你把我打扰的那一天，我睁开眼，见了你的一面，认出程序自动让你变，我属于你，没有期限。所有你说的一切命令，绝对执行，忠心程度第一名。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，上天入地，如影随形不离。别好吧，就切不弃。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模仿人类的机器，真实的皮肤有温度，深沉的呼吸。10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，3分钟留下开着等你。男朋友不怪我撵他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。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。变好吧，就起无气。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模仿人类的机器。10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，3分钟留下开着等你。男朋友不怪我撵他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。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。8, 9, 7, 5, 7, and code it.